家庭可以成為孩子嘅避風港，但係唔理想嘅相處，亦都可能為孩子嘅成長帶嚟負面嘅影響。點樣可以令家庭變得更安全、更有愛呢？我哋成立快樂家庭培育中心，就係睇到每個家庭都有脆弱嘅時候，有時更加會造成唔可以挽救嘅局面。於是機構喺2014年以自負盈虧嘅方式喺屯門兆康苑成立本中心，結連本機構嘅5間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同埋本會嘅堂會學校嘅網絡，喺全港唔同嘅區域推動快樂家庭運動，散播快樂種子，透過家長教育同埋促進家庭和諧嘅活動，培育更加多快樂父母同埋快樂孩子，唔會因為生活嘅壓力限制咗發揮快樂 DNA。喺2014至2016年期間，我哋進行咗4次嘅快樂家庭元素探索研究，結果印證父母越快樂，家庭亦都會越快樂。我哋基於呢個研究，整合咗影響家庭快樂嘅重要因素，創建咗快樂家庭3大支柱。快樂由自己做起，家長要先覺察到自己嘅狀態同埋情緒，例如自己嘅情緒紅黃綠燈，關顧返自己嘅需要，照顧自己嘅身心。家長狀態越平穩嘅話，先至有能力同埋能耐去照顧身邊嘅人，令到屋企人都開心同埋愉快。快樂技巧齊學習，家長需要學習點樣同孩子溝通，喺啱嘅時間做啱嘅事。家長領悟到啲技巧喺合適平穩嘅狀態應用，先至會事半功倍。你做咩攞嘢掟我啊？我想你陪我玩啊！下次你可以直接話俾媽咪聽，俾媽咪知道你諗緊啲咩，媽咪咧會盡量抽時間陪你噶啦。快樂環境齊營造，優質嘅相處唔在乎時間嘅長短，要人在心在，先可以建立到正面同埋開心嘅回憶，為家庭累積快樂嘅經驗。要將3大支柱發揮到最良好嘅果效咧，就唔係單憑我哋中心自己去實踐嘅。好感恩我哋有好好嘅合作伙伴，包括有學校、教會同埋地區團體等等。我哋嘅合作咧，以導恩齊開飯嘅計劃開始嘅，引入動餐嘅資源去分派俾有需要嘅家庭。齊開飯已經擴展到香港同埋新界區，服務嘅形式由物資嘅支援去擴展到個人心靈嘅需要。計劃亦帶動到弟兄姊妹關懷社區人士。除咗派飯外，我哋仲同埋快樂家庭培育中心嘅同工同埋幼稚園嘅家長一齊嘅學習，一齊嘅成長，更加成立咗快樂家庭團契，與同路人一齊嘅行落去，分享教養嘅難題同埋心得，互相支持，彼此同行。當中亦都有唔少嘅家庭因此而認識咗上帝，受洗歸入上主嘅名下，實在感恩。我哋同快樂家庭培育中心嘅合作係由2015年開始，最初係由駐校社工服務開展。感恩中心同我哋建立咗互信同埋合作嘅關係。社工利用多元化介入嘅方法，吸引家長參與我哋嘅活動，讓佢哋以正面同埋關懷嘅角度理解小朋友，願意同小朋友建立更良好嘅關係。社會嘅需要隨住社會嘅變化而有所唔同，期望快樂家庭培育中心可以邁步向前。除咗家庭教育之外，更加積極開拓唔同嘅輔導服務，例如伴侶輔導、親子輔導、遊戲治療等等，以應對越嚟越複雜嘅社會狀況，令更加多嘅家庭受惠。